每屆议员任期之前，会有不少抱着政治理想的大学生加入议员助理的行业，但是这份工作很可能令人愛恨交織。立法會做嗰個調查就係34% 係流失率，概括咁計翻，可能3年就會換晒一批新嘅同事。咁當然可能議員會留住最年資深嗰個去幫手睇住個 office 啦，但係下面嗰批個流失率真係比較大啲。睇落就唔係話有咁多嘅大學生願意加入呢個行頭，尤其是可能你喺傳媒上面曝光率冇咁高嘅議員咧，可能你更加未必吸引到佢哋入行去請到呢啲咁嘅人。識嘅其實最年資嘅長嗰批已經又走咗啦。咁而家其實我哋議員辦事處佢哋個平均年資通常而家係得翻3年左右。3年其實係一個年資深嘅一個議員助理嚟。咁就希望佢唔好走住先啦。我哋有個同事咁就原本就係做主管嘅，咁就人工都同佢哋原本社工個級可能係差唔多咁樣。但係個問題就係可能佢自己又對呢份工作係投入，所以壓力比較大。咁所以佢做咗成7至8年，佢哋冇辦法係生到 BB。呢個唔知，同埋佢成個人比較消瘦一啲。咁前幾年佢真係頂唔住，因為佢可能同先生有啲諗法，咁真係最尾辭咗職。咁但係好巧合咁啱啱辭咗職1年之內佢係有 BB 啦。咁同埋自己成個人都肥咗好多。咁呢個可能係一啲好明顯見到嘅一啲差別，係個無形嘅壓力係個俾擺喺議員助理身上面。政府而家其實每年就會按翻丙類物價指數去調整，咁可能即係奢侈品嘅升幅去調整。咁但呢個當然會比日常生活即係甲類嗰個指數係低咗，但係冇一個大嘅轉變，即係按照呢個其實就好難吸引佢哋，除非佢哋可以再有做得好突出去升職，或者佢哋係可能喺其他公餘時間做一啲其他嘅社區工作，咁可能係之後可能去參與選舉，可能跳去另一份工，咁就可能有個高啲嘅一個人工嘅提升。如果唔係嘅話，就可能仍然都係得翻呢個人工。咁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應該可以值高啲人工嘅。咁事實上，我覺得呢個行業，你有高啲人工，或者應該係佢個僱主可以俾高啲人工，你先容易啲可以吸納到人才。至加價嘅申請，各位街坊、各位朋友。議員助理承受着高壓低薪的工作，留下也許是一個艱難的決定。有部分嘅同學佢哋係抱住去參選嘅諗法去做議員助理。咁當然係因為有啲政黨會係用呢個作為一個平台去俾佢哋跳入去參選啦。睇數量真係唔係咁多。因為你唔係話咁多個位可以俾啲同學去參選，所以有一部分其實真係想留喺呢個行業裏面去工作，即係可能尤其是有啲可能係冇咁熱衷出鏡啊嗰啲同學，咁就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個薪酬就係比較相對真係低啲。如果係你諗住參選嘅，其實你可以容忍到嘅，因為你可能諗住當選之後個人工可以抵償翻呢部分嘅一啲損失。年青人其實係好熱衷響政治，但係真係去到結婚生仔嘅階段，其實真係議員助理真係唔能夠去 support 佢哋。咁我哋之前其實我哋個工會就提出會唔會可以係有一定嘅架構去有個階梯俾啲議員助理去晉升，令到佢哋覺得呢個行業有前景嘅咧。咁其實政府到而家為止，即使佢哋加咗一定嘅資源落去，但係佢哋都係唔肯將議員助理呢個俾一個階梯佢哋，類似公務員咁樣，但係所以令到會真係到我哋嘅同學會係好困惑，究竟呢個行頭係每日可以有出頭嘅一日？如果你係純粹想喺呢個行頭做嘅話，咁希望我哋真係希望政府可以去注視下我哋呢個行業，因為始終行政、立法、施政三環係相扣。但係如果你係撥咗咁少資源喺監察即係立法嗰方面嘅話，其實真係對於成個香港社會嘅發展，其實真係唔係一件好嘅事嚟。屋企人其實會有問過嘅，即係會唔會考慮做其他工作啊咁？但係 so far 佢覺得我自己做得開心，或者其實我屋企因為其實都好 support 我自己做嘅嘢嘅，即係我中意做，咁佢哋都 OK 嘅咁樣咯。屋企人真係冇乜點樣過問，即係我份工作嘅，因為佢哋都俾比較大嘅自由度我，即係佢覺得
你如果覺得自己想做啊，或者你覺得適合嘅，咁你咪做咯。始終我而家唔需要一個太大嘅家庭負擔，咁所以我亦都因為有進修，咁所以就其實即係自己嘅工作係都應付到，咁就已經夠。如果有機會有其他即係崗位嘅話，咁可能都會想試下，即係接觸一啲唔同嘅範疇，要有多啲挑戰。例如可能佢有社工牌會做社工啦，或者係佢哋有啲又可能佢自己有另外一啲抱負，可能去開一啲學校咁樣，咁都係個人工都會比做議員助理係相對高咗。尤其是可能如果你揸啲專業嘅資格啦，教育文憑即係教得書嘅話，咁佢哋個升幅就會比即係同一輩嘅，咁就個薪酬個差距越嚟越明顯咯。咁就會越嚟越吸引到其他啲我哋同行會跳翻去其他行業嗰度去做翻原本佢哋所持有嘅專業資格嗰啲行業度。做議員呢，佢唔係唔幫到人，或者應該咁講，佢有呢個身份，佢先至可以幫到人。但係有一啲嘢呢，亦都唔係佢自己可以全盤控制到嘅。即係做議員，當你身份唔同咗，你有啲嘢你冇得揀。但係起碼我覺得，我做一個助理，有啲嘢我都仲有得揀。我唔會選擇出嚟選，係。議員助理扮演着這個社會不可或缺的角色。與議事廳內的議員不同，他們沒有發聲的機會，也往往被忽略。2011年，立法會遷入新的辦公大樓，那裡更寬敞明亮，但抬頭再也不見那尊代表公義的泰美斯女神雕像。有人說，有理想要實踐的人一早就離開這個行業了，而留下的那些面對現實的處境，是否還能堅持那一份初衷？